南太平洋嘅島國瓦努阿圖聽講交20萬就可以咧係入籍做到瓦努阿圖嘅國籍公民喎。做呢個瓦努阿圖，經過我哋陳啟泰個人代理兼推介，有啲乜嘢好處呢？做佢個公民，第一，你就可以咧係效法島上嘅土著同埋生番，衣着性感，周身光脫脫，要害部位有一執稻草嗰度遮住，嘗試一下多元文化嘅衣着啦。而且唔使怕喺瓦努阿圖着到咁暴露咧，嗰度係冇一個平機會，亦都冇一個審裁處去接受投訴嘅。做咗瓦努阿圖嘅公民有一個好處，就係即刻可以咧係做跳板，兜篤翻嚟香港申請咧香港特區永久居民。到嗰陣時就唔計你係中國大陸。如果香港有咩依鬱，例如發生暴動，瓦努阿圖咧係離澳洲咧，只係得幾百海里，淨係喺嗰處整一隻木筏，同埋揾啲椰子殼整一架船仔，僱用島上嘅土著做廉價勞工，即刻釘揼一架風帆勞工嘅成本咧，仲平過僱用河南嘅民工嘅。瓦努阿圖今次20萬，佢嘅政府公然歧視，就只係接受中國大陸人民申請，香港人就一概不受理。但係瓦努阿圖嘅移民廣告就喺我哋香港領土嗰度咧，係公然進行喎，而且咧係向北方咧係大量招攬。咁香港人陳啟泰咧，竟然係不顧我哋香港嘅利益，去同瓦努阿圖嗰處咧合作，嚟到咧做港奸，講到明，公然去歧視我哋香港人。平機會點解唔出聲，同埋點解冇人投訴呢？係咪話瓦努阿圖呢個國家係嘛？因為係離香港太遠，而且舉足輕重，香港人到而家已經走晒去加拿大，所以無後顧之憂咧？唔係㗎，好多90後啱啱出世，而家冇路走，香港樓價又咁貴，分分鐘諗一個瓦努阿圖嘅移民國籍嘅護照，去到嗰度由頭開始勤奮拼搏，將獅子山下嘅精神移植去南太平洋，由頭起過幾間茅屋，同埋自己嘅女朋友一齊，都係一樣風涼水冷啫。至於瓦努阿圖去到嗰度做乜嘢呢？唔使怕，梗係耕田同埋攞魚啦。香港開埠1842年嗰陣時，都係一個漁港，同埋咧新界嗰陣時嘅原居民都係靠耕田揾食嘅啫嘛。香港始終係一個小農社會，喺呢方面只要返璞歸真，香港下一代去到瓦努阿圖移民，只要有雙手，一定咧係有得食。唔係話香港人而家已經唔識攞魚同埋唔識耕田，咁你就錯啦。而家小圈子選舉1200人嘅委員裏邊，1200個委員會裏邊，足足有60-70席係香港嘅漁農界喎。漁農界就係打魚同埋耕田咧，佢哋都係 CY 嘅擁躉，所以移民瓦努阿圖唔使怕冇一技之長。梁振英埋位做咗特首之後，撥出公共資源，叫佢哋開翻一個攞魚班同埋咧耕田嘅課程，招收90後去報讀，讀翻一個3個月或者半年嘅課程，攞張證書，咁咪可以移民瓦努阿圖，捉紅衫魚同埋種白菜啦。